首先我哋確保背景冇 Apps 開緊，之後我哋開始計時，咁就比較兩邊結果，明顯地感覺到 iPhone 7 Plus 嘅控制反應速度比較快啦。咁話咁快呢，我哋就已經開到提醒事項同埋 iBook 咯喺 iPhone 上面，而 iPad 咧同 iPhone 咧相差一個 Apps 嘅身位啦，係啦。咁咧話咁快 ，iPhone 已經開到 iMovie， 咁準備輸出一條1分鐘 1080p 嘅影片啦。咁而 iPad 咧喺呢個位置上咧就追趕翻少少，因為 iPhone 咧喺等待選擇輸出大小嘅時候，要等咗1秒左右嘅時間。咁喺呢個情況下，咁就 iPad 相對上喺整片上面係優勝少少嘅睇落。好啦，咁我哋都差唔多完成 iMovie 嘅影片輸出啦 ，iPhone。咁亦都出去轉去第二個 Apps Temple Run。咁我哋亦都睇下邊一個 Apps 相對上係快啲啦。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個差異喺度嘅睇落。然後用 Handoff 嘅功能開一個網站，確保佢完美咁樣撈晒啦，然後出去 Speed Test 去測試個網速咯。好啦，首先咁我哋準備好 iPhone 個速度啦。咁就大概下載係230 MB， 而上載係226 MB。咁 iPad 咧亦都以極高速度啦，540下載，上載係462。咁喺第一個回合嘅成績咧 ，iPad 咧係1分32秒，而 iPhone 第一回合成績係1分32秒64啦，非常厲害嘅後勁。咁我哋第二個回合咧就檢查下有冇 Apps 嘅 reloading 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大多數 Apps 都冇乜點樣 reload。好啦，總結一下先 ，iPad 嘅時間係1分54秒36，喺第一回合咧以1分32秒嘅成績險勝 iPhone， 而喺第二回合咧就用咗22秒35，而 iPhone 咧喺第一回合時間1分32秒64，第二回合憑着流暢同埋高反應速度嘅空鍵咧，最後僅係比 iPad 快1秒32，只係快1.17%，成績非常接近啦。咁我哋今日就要到咁多，多謝大家收睇 The Wave 嘅頻道。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短片，就撳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另外為呢個 channel 新增咗 Facebook 同 Twitter account，希望大家支持。咁今日就要到咁多，拜拜。